这里呢，那个系统，他这个请你的慈悲前到冲，坤到冲，搁浅大德，请坐下。坚定不坚定，各位跟着书咱各位坚定等等，大家早安。小师早安。咱首先感谢上天主庇，咱祖师佛祖、师尊师父大德、老坚定五大医生，这个咱坚定不坚定，点文书各位坚定主庇好啊。今仔日伫这个新春晚，还佫有法度徛伫遮和咱注意这个大德。分享到佛法主义的心得。那么佛法今仔日要和咱参考的这个题目叫做“一心喜天，勇往直前，业力在现”。好，那么咱先来讲这个一心喜天啦，哈。一心喜天的意思就是讲，咱要替上天做工课，咱要替仙佛做工课，咱这个身躯要互道场。咱这个身躯要互众生，咱身躯要互上天使用，咱身躯要互仙佛使用。啊，咱今仔日如果若会当互仙佛使用，咱是福气无？哦，无啥声啦吼，所以佫无啥感觉福气啦吼。咱身躯会当互上天用当中，世界上上较有福报就是讲身躯互上天用，互仙佛用。对无？互道场，互众生，对无？这毋是每一个法度安尼。一个国家若派一个人去国外，迄个做啥物使？太帅。啊，若上天派来咱来人世间内底要度化众生，迄个做啥物使？天才。啊，要做使是足无简单的，对无？哦，你一个国家内底才有几个？啊！你一个地球内底，你一个7、80亿内底当中，我有几个法度当啊做天才？啊，所以会当做天才当中，这讲起来当中，这福气呢，这福报呢，有无？咱知影啦吼，伫迄阵咱师尊的时阵，咱这个法本的时阵，啊，净珠寺是不是叫小义？杭州啊吼，杭州净珠寺叫小义嘛。啊，杭州净珠寺叫小义过程当中，爱去化缘木材啊！要化缘木材，即摆伫宋朝内底，伫迄阵叫做宋朝嘛。宋朝内底当中，伊爱去选一个有够能力，啊，佫有诶人，爱去甲化缘迄个木材呢。安尼咱来看，伫迄内底当中是毋是足少诶？啊，会当去互这个外物去点着。迄个有福报无？有嘛吼？啊，迄个去点着啥？毋是咱嘛对无？嘿啦，毋是咱啊对啊。哦，迄个叫做流元会啦。伫迄个时阵，伊叫流元会啦。所以呢，伊足幸运的啦，会互仙佛，会让仙佛看上的人哦。你敢知迄偌幸运？伊怎叫仙佛看？伊怎叫这个法物看着啦？要去甲化缘，迄叫做幸运啦，对无？啊，幸运佫无够呢，前仔幸运佫无够，爱佫幸福呢。啊，啥物佫幸福？伊佫有法度甲木材布施出来去净珠寺，安尼对无？迄个啥？迄叫做幸福。啊，幸福。啊，咱敢有看迄个大陆啦吼，大陆迄片，迄叫做迄个济公，咱敢捌看过迄个？哦，咱拢无咧看，咱拢看经典对个吼。咱拢无咧看。这大陆有演即个济公足好看嘞。啊，迄个演员，迄叫做游本昌啊。游本昌伊演的，互我感觉伊演的特别好看啦。啊，伊演即个吼，咱就有甲问啊。哦，讲伊演济公，吼，伊演济公嘛吼。啊，伊家己讲安怎呢？伊讲这是，伊讲这是我
沾光。我沾到这光外分的光，我较好当演这地啦。说这是我沾光，这是我的福报。我伊甲你讲袂哦，伊甲你讲袂哦。所以呢，当即地这光演出了当中，伫当时大家看的当中，所以咱知影哦，一个人经典啊入心，入爱入啦吼，无入嘛无效就对啦。一个人经典啊入心，伊的讲话行为足自然就会正，自然正。所以呢，听讲迄阵安尼迄个影片出来，啊，逐个呢，哦，足轰动的。所以迄阵的犯罪率统计讲足低，连公安内底讲统计足低，统计足低。所以咱今仔日有法度一心二天，咱有法度讲替上天做工课当中，这安怎？这咱过去修来。所以呢，一心二天就是讲，即世人咱都有一字假啦，即支因我家己的，即世因我家己的。生生世世，即支拢家己的，咱永远就是要做假的人，有无？假是袂较好，吼，安尼呢？就好啊。所以呢，梁武帝呢，梁武帝伊家己自称啥话呢？伊讲伊佛罗啦，佛罗啦，多咧罗啦，佛罗啦吼。伊做皇帝呢，伊无爱做皇帝呢，伊感觉做皇帝袂比做佛罗较好呢。啊，无伊当着3摆出家，伊3摆出家，3摆佫互百姓内底请逐个呢。伊甘愿要做啥？伊无爱做皇帝啦，伊甘愿讲我要做佛家罗啦。顺治皇帝讲我嘛无爱做皇帝啦，我要做啥？我嘛要来做佛家罗啊。顺治皇帝伊嘛无爱做皇帝啊，所以嘛是去出家修行啊。伊嘛要互伊的身躯内底当中会当互众生啊。对不？会当互相都使用啊，所以呢，伊讲伊要做佛家罗。梁武帝伊家己自称讲我要做佛家罗，佛家罗就是讲要替阮做工课，要甲自己奉献出来。陈大姑啦吼，陈大姑前人，伊等佛奉叫做不修习菩萨。啊，有一摆呢，伊是大人来结缘啊，就讲伊是大已经几公年啊。来结缘，来结缘呢，咱济公老师吼，同我甲讲一句话啦吼，是大人来结缘吼，济公老师同我讲一句话啦，讲对有呢，吼，这用国语念嘛吼，伊讲舍得一米上天用，胜过黄金供苍天。老实，就是讲伊是大人，伊爸爸妈妈甲陈大姑写出来啦。陈大姑民国37年，伊迄阵都26岁，啊对着因的老前人来到咱台湾，38岁大陆论坛，所以伊自从来到台湾60年，拢我都记着因是大人啊啦。爱多要10几岁走到60年。所以呢，上天啊，因为你要来，当然是要经过是同的，对无？所以呢，上天来讲，你有法度把恁的祖囝安尼写出来，替上天做工课哦。上天话讲，你敢知影？比用黄金得供养上天，搁安怎？搁超过过来1000万倍，过来100倍呢？黄金有贵无？无哦，唔知啦吼。黄金是毋是足贵的？伊讲呢，迄比黄金搁较贵呢，哦，比黄金较贵呢。所以呢，咱今仔日咱来做佛罗，咱莫做卡。我怎么跟卢卡